什么？强效催情香？没错，这强效催情香药效十分了得，任凭你什么贞妇烈女都抵挡不住。你手上可有解药？没有。你干嘛这么色眯眯地看着我呀？我可警告你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两个就只是聊聊天、吹吹牛，一直到早上，你就一脸满足的出去，然后我这边呢，再悄悄把美人弄醒，一切都万事大吉了，知道吗？一脸满足的出去，这聊聊天、吹吹牛，还怎么一脸满足啊？这我可演不出来。老大，你身上好香啊！那些池子里的花，应该和你身上的味道一样香吧？你干什么呀？老大，你看这浴池这么华美，长夜漫漫，要不然一起共浴吧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是我老大，我是你小弟，我们都可以同生共死，同甘共苦，一起共个浴又怎么了？龙小弟，你干什么呀？外面都是人，如果看到的话，看到咱俩就完了。刘府里的人都已经避开了，没有人会发现。不行，外面全都埋伏着兵甲，要是被发现的话，我们俩小命可就都玩完了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龙小弟，想不到这个钦差大人原来也是个色鬼，还好是一环妹妹身手好，要是换了我，就只能以死来保全清白了，真难为一环妹妹。原来一环妹妹和这个钦差大人早有私情。春秋两岸，时光催尽，一生的愿。将心留于人世间，受我乾坤。这强效催情香药效十分了得，任凭你什么贞妇烈女都抵挡不住。你手上可有解药？没有。不过，裘贵好像说了一嘴，要破此香，最有效的方式是痛。痛，没错，痛。待他们药效发作了，你趁机潜进去。用重手法电他们几处最生痛的穴道，如此，他们应该可以清醒。好。
主子，易欢是许配过人家的，不可能跟着主子过一辈子，还望主子克制自己，千万不要一时冲动，做出有损易欢名节之事。将心留于人世间，受我乾坤。卑职听到阁中不断传来调笑之声，还有追逐嬉戏声，后来还有落入浴池的溪水声，还有女子呼痛的娇呼之声。看来冷大人兴致很高。开在眉间，弹千秋。其实我刚才也不知道怎么了。你别再说话了，我们觉得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刘德昭在这香炉里放了催情香，你们刚才都中招了。催情香？难怪我刚才只觉得意识模糊，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。我一时之间寻不到解药，只能用重手法点了你们几处痛穴，刺激你们清醒过来。还请主子恕罪。这次多亏了你及时赶到，不然易欢将来只怕会恨我一辈子。欢妹，你刚才也中了催情香，才会乱了神智，我不怪你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你可是有夫之妇，千万不要做出玷污我们李家门楣之事，否则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。你更不要害主子落下一个夺人之妻的恶名，有损他的威严。不过，刘德昭安排了人在外面探听阁中的动静。刚才你们那一番闹腾，反倒会让他们放心。你们现在都已经清醒了，我也得赶紧离开了，免得被他们发现，坏了大事。原来易欢妹妹和我一样，早已许配了人家，心中喜欢的却是另外一个人。我们倒是同病相怜了。你现在的样子，哪里还像我的老大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若是不说话的话，岂不更尴尬？其实，就算刚才发生了什么，也没事。大不了你先退婚，然后再嫁给我。呸呸呸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老大，龙嘴里自然吐不出象牙，只能吐出龙涎。我说的都是认真的，你不妨再考虑考虑。你要再胡说，我不理你了。好，那咱们说点正经的。李建清真的是你哥哥吗？他当然是我哥哥。你问这个干嘛？亲哥哥。亲哥哥，如假包换。可是他刚才看见我们在水里那样，他的神情反应很不对劲。当时他很是气急败坏，似乎还曾想对我出手，连剑都拔出来。他是因为他以为这屋里还有刘德昭的人，他拔剑是为了保护我们。可是他眼神中有一种恶狠狠的东西在看着我，像针尖一样锐利。虽只是一闪而过，可我的心却不寒而栗。原来龙小弟，你也有这么胆小的时候啊？可能吧。如果不是你说他是你的亲哥哥，我还以为他是你的未婚夫。你看你，越说越离谱了。他和我未婚夫从小一起长大，他肯定不愿意看到我在成亲之前
出什么意外。你想想那些公主格格们，如果早已许配了人家，有别的男子打他们的主意，那你肯定也会不开心的。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怎么还不出来呀？